Hello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呢個屋苑鄰近呢個天水圍濕地公園嘅。雖然主要景觀為濕地公園，但大部分高層嘅單位咧，亦都能側望到呢個米埔景同埋呢個後海灣景觀嘅。咁大家一齊去睇片啦 ，Go！客飯廳位置實用667尺，3房1套同埋儲物室，重點咧仲有緊廚，大家都至愛噶啦。咁露台嘅景觀咧，住戶咧最近呢個觀賞咧季節性嘅候鳥同埋呢個後海灣景，環境優美亦都舒適。大家再望多一次呢個客飯廳位置。好啦，我哋步行前少少咧就係緊廚啦。相信大家都好喜歡。緊廚有一個優點，做飯嘅時候，無論你煎、炒、炸，咁油煙咧唔會散發出呢個客飯廳位置，亦都保持呢個客廳空氣清新。咁呢度咧亦都有個儲物室。咁接着咧，我哋介紹睡房區啦、浴室同埋洗手間，3房1套。好啦，經過一條小走廊，咁左手邊咧係一個客池。咁接下來我哋介紹第一間房間啦，咁可以預留當衣帽間嘅，咁4季換衫嘅時候咧就更方便啦。到第二間房啦，大家都見到有對流窗啦，採光亦都好足夠，留翻俾小朋友有專屬嘅空間小天地。咁到最後啦，去介紹主人房啦，私密性更強，有自己嘅浴室啦，咁同埋呢個露台嘅舒適空間，亦都係充電站。好啦，介紹完呢度，一陣間我哋上天台睇睇啦。今日我介紹呢個影片，如果大家對呢個 Wetland Seasons Park 呢個單位想睇現場嘅話，可以隨時 WhatsApp 我，係我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